我第一摆见图书车救护车，喺2005年左右吧。嗰下我爸爸有一個人客服去打 Q 嘅，突然間我接到電話，叫我太太嘅電話，我太太講日上來，佢講咩事情？佢講爸爸進唔見。我出門嗰時，爸爸點解睡夢啊？冇想到買東西啊，冇想到有冇人影，所以我球桿一丟掉，我就夾拿都沒有收，還是夾轉移不卡。對啊，轉移不卡，爸爸這個面上睡咧，就剩下就沒有反應啦就那個當然係救護車來，救護車來，人爸載走啊，載走，我啲會不會停咧？我心裡想默默對我自己期許啊，所以。很多人可能永遠對神明期許，有人對他的愛人期許，有人對某，但是我是對自己期許。然後講，如果我就跟着救護車，那也沒有冇想過這個一路超車，救護車跑很快嘛，我也一路追啊。那一路冇想過這個中間會不會罰款？罰款就罰款嘛。停咧，我心中默默地去跟他講，我說如果禮拜所以讓爸爸救轉了，我用了社會的資源，我也會。捐一台車還給社會。都未救護車，讓爸載到林口長庚醫院，你落去冇嘅叫，長醫生是來開病危通知的。剛才聽他講，從來冇接過呢啲東西啊，知道病危通知都差唔多咧嘛。所以說應該係，冇法度應該係。唔過可能露天空上有糖到我期許啊。所以看一落去，爸爸丙酮酸中毒已經到900多了，970以下嘛，係啊，所以醫生他們會開病危通知嘛，所以從該開始以後，我爸爸的身體該日開始以後是被救復，真言該擺我爸爸好咧，所以我就實現我的諾言，沒冇人馬上講。